各位家人们平安，今天平安喜乐吗？这礼拜有平安喜乐吗？我相信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所赐的平安与喜乐，天天都与信他的人同在，天天都与我们同在。阿们吗？阿们。今晚我们要借着赞美神的诗歌、多人的祷告，唱出神的爱，来领受神的爱，再分享神的爱。神要大大看顾他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以及听我们祷告的神。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我感谢你，谢谢上帝赐平安喜乐在我们心里，在这里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你喜悦我们向你献上敬拜祷告，有口的要大声赞美你祷告，有耳的要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声音，有眼的要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彰显在这里。愿上帝亲自看顾保守现在的祷告会，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我们同在，喜悦我们的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的话这样子来告诉我：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唱出我们对神的信心，知道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阿们吗？虽然道路曲曲，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胆气重大，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再次说，虽然道路曲曲，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胆气重大，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世界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神你一直都在，感谢主，不管高山或低谷，我们神是赐平安的主。阿们吗？弟兄姐妹们，就在今晚好不好？我们向神来祷告，再次恳求神大大的赐福于我，大大的帮助我。我们一开口祷告：主，我需要你；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所一切的颂赞与赞美。主啊，你一直都在；主啊，我要说你一直都在；主，你一直都在；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再从头来一次。虽然道路曲曲，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胆气重大，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让我们一起说：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
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宣告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胸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我们再次说你的话，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胸怀，紧握你双手。我们再次说，主你的话要让我明白，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胸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海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我们再次说，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流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再次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一直都在，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主你还是爱我们。神的话这样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日间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也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这话是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在7月份每一天的早晨5点30分，在佑昌教会的网络上，可以听到陈牧师、潘牧师、翁牧师还有何牧师的分享。就在今天早上，何牧师分享以斯帖第9章到第10章，犹大人原本要全部死在亚哈王的手里，但是神怜悯拯救了他们，与犹大人同在，帮助犹大人打赢了这一仗，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从绝望到有盼望，从不可能到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呼求神、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不是给我们是最好的吗？圣经里面有一个章节是这样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祷告向神求饼，上帝给我们石头；不是求鱼，反而拿蛇给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真的很多很多，
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不是吗？让我们用这一首歌再一次来思想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我们再说一次，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一起祷告，不管你用方言、用悟性还是用灵歌，我们再次来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宠，感谢神这么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敬畏你。翅膀底下，主啊，就能够得到最好的温暖，最好的平安。主，我们渴慕你再一次，谢谢主，谢谢主恩，谢谢主的恩宠。主啊，让我们有说不出的叹息，能够来赞美你，说不尽的感谢要来荣耀你。主啊，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甘甜。主啊，让我能够大声呼叫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就源源不断的来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教会不能实体的聚会？主啊，为什么庙宇还能够聚会？但是主，我们
知道你要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们，你要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呢看见神的国度要再次扩展出来，要有爆发性的扩张。主，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再次来掌权我们台湾，你要帮助我们台湾。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渴慕你再次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我们是多人还是少人的祷告，主啊，你必允许我们祷告，你必听我们祷告。主，我们渴慕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主，你帮助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或者是遇到任何的困难，来到主你面前的，主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必允许我们祷告，因为主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渴慕你，主，我们真的渴慕你，主，我们真的需要你再次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你全能的手要大大的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就这我们再一次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就这我们再次将手放在我们心上，求主再次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弟兄姐妹们，再次将手举起来，主啊，感谢再次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就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就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就这人生路。谢谢上帝，你做我的主；谢谢耶稣做我的救主；谢谢圣灵做我的保惠师。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计谋。感谢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我要紧紧跟随你，依靠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主啊，你是配得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生命当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有人说牧师不一定呢，我走在泥泞或有坑洞的道路当中，难道这也是上帝的带领吗？没有错。你想一想，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出卖，丢到坑里面去，难道不是上帝带领吗？他17岁的时候被卖掉，然后呢，他37岁的时候，拯救了这个埃及
干旱的时候拯救了数百万的百姓，甚至拯救了他自己的兄弟跟夫家。那不就是上帝的带领？即使有坑洞，也是上帝的带领，不是吗？我们生命当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有神奇妙恩典的作为。那你要怎么确定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呢？当然是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上个礼拜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更糟糕，这个真糟糕跟更糟糕。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糟糕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认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好像门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很糟糕的时候很糟糕的时刻发生。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耶稣对他显现，哇，他眼睛看不到了，他这样子自暴自弃，每天就醉生梦死，那就真糟糕啊！可是他认出这是神对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哇，他把这个真糟糕转化了。彼得他生命当中也有最糟糕的时候啊，3次不认主，回去捕鱼，到最后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根本不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根本不配站在你的面前啊。”但是耶稣又一次再给他机会，把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再次提醒他，再次提升他。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更是应该祷告的时候吗？你不觉得我们教会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成长，只能够一直领受神的恩典跟神迹，就是我们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开始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这个属灵的家若强盛了，这个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这个唯一的合法行政单位。我们是能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牧师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有限的人跟无限的上帝做连结。人的能力有限，上帝的能力无限；人的爱有限，神的爱无限。而且这个爱是单单给你的。奇妙的是，他专注神的眼光，专注在他被他拣选的百姓的身上。你相信吗？他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有时候我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非常的感动，因为创造天地的主，他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不就是十字架的大能吗？让你能够祷告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应该祷告说：主，帮助我更专心，把我的眼光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更多的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虽然崎岖，虽然有坑洞，虽然有跌倒，虽然难过，但是我仍然愿意祷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有一个古代的哲人这样说了：当你所走的每一步都很不顺的时候，你不如就跪下来祷告吧。当你所走的每一步都让你跌倒伤心的时候，你不如就跪下来祷告吧。是休息，也是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开始来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祝福祷告，为你的家祝福祷告。说主，我的家能够得享平安，我感谢你，求你延续这个平安，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病痛，脱离一切的灾难，保守我们出入境都平安。你要为我们的属灵家人来祷告，为右昌教会的属灵家人来祷告，就说主帮助我们属灵的家人。我们好久没见面了，这个同小组的，我们很期待能够恢复实体聚会，我们期待就恢复小组的聚会。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每次我们的聚集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每次的聚集都能够经历上帝丰盛奇妙恩典的作为。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以爱来互相，以上帝的爱来互相来连结。我们要为我们家人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属灵的家来祷告。教会要重拾祷告属灵的权柄。当我们祷告，神就倾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属灵家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再次恩膏、再次帮助、再次保护你所爱的家。愿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所踏的每一步，主你都看见，你都与我们同行。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再次来引领我们，用云柱火柱来为我们开路。谢谢主，你再次来帮助，再次来保护，再次来恩膏，再次来提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为台湾来祝福祷告。现在在拼的这个叫做疫苗的覆盖率，我不知道你去登记了没？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有些人还是有些担心哈。但是覆盖率如果够的话，那基本上这个病毒就不会再四处蔓延。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让我们的覆盖率这个能够足够，并且打了之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呢，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有一些这个慢性病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打了疫苗之后，哇，这个可能会这个有副作用，我们要求主帮助，都没有副作用。还有长辈呢，对不对？有些长辈打了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求主来帮助，让他们没有副作用。然后每次在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快速而顺利的，能够去达到疫苗所以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所以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整个的台湾的疫情、台湾的社会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带领，让我们都能够快速的能够达到疫苗，能够达到这样的覆盖率。愿主你的恩膏再次运行，愿主你再次充满在你的医治充满在你所爱的台湾。愿主你再次帮助，愿主你再次来这个医治，愿主你亲自来扶持，让我们有足够的疫苗，让我们能够打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医治，求你来带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有这个叫做这个解封啊，现在讲说微解封，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解封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解封，我也不知道。你说7月底、8月底、9月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它会解封。但是解封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回到像以前一样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回不去了。因为你会更加的小心，你会更加的谨慎，你知道吗？有时候看我们以前这个牧区的这个照片，这个2019年的照片，说哇，那时候大家没有戴口罩，我们怎么那么大胆？那时候没有疫情嘛，大家不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我知道说，我们开始预备我们的心，要回到这个重新实体聚会的时候，当然还是有点担心。记得去年我们这个也曾经有这个暂停聚会，那在恢复实体的时候，事实上是这个叫做人数有减少。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主的心不停歇。在美国因为他们已经这个暂停实体聚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后来在做这个统计的时候，发现有70%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再回到教会聚会，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也值得我们思考说，我们是在后现代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远端的这样子的远端的这样牧养，远端的聚集或聚会，或者是说我们有新的可能，当然我们还是觉得说聚在一起会比较好啦，聚在一起要比较好，比较有温度嘛。要不然我都对着2个黑黑的机器在讲话，那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反应啊，对不对？美仪姐，上礼拜点名没有点到，不是上礼拜，上礼拜，有吗？美仪姐在吗？上次那个罚写。在吗？不在没有关系，不在没有关系没有反应啊。OK， 好，美仪姐，好了，那再点名一下哈，好，点名一下因为我看不到嘛，我没有平板嘛，所以我随便点了哈。好，牧原长老，一定在这个铁粉铁庄脚
庄脚，哦，没有，我们的早祷都一定会到的，对不对？哦，明清长老在嘛，对不对？一定在。好，再来，再点名哈，陈建好哦，我不敢，不要随便点啊，陈建好哈，年轻人，有吗？有在吗？对啊，所以我点名的意思是说，当然啦，还是恢复实体聚会比较好，不是吗？哦，当然恢复实体聚会比较好，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要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心态回不去了。可是瑞凡再也回不去了啊！那些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让我们做好完全的准备。你知道我这个手哦，这个被喷酒精喷到都有点破耶，你知道吗？哦，这个被量温度，被量到这个哦，这个都会很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体温啊！哈，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能够这个解除这个解禁恢复实体聚会来祝福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然后呢，也阻断了一切的这样子的病毒的感染然后呢，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信心，再次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再次回到教会当中。我当然相信啦，只要神的百姓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那地方就是教会。即便是拿着手机对着电脑，当然那也是教会。为什么你会选择在右昌，在晚上8点的时候会打开右昌教会的频道来看？因为你认识我潘牧师，我也认识你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是有温度的。你知道吗？在手机里面听其他牧者的讲道，我很温暖而且是自己认识的牧者的时候，觉得很温暖。然后看自己的弟兄姐妹在敬拜献诗的时候，我会不断 repeat 再 repeat。像这个文诗的这个诗篇23篇呢，有时候是我洗碗的时候，我常会听这一个；我在煮饭的时候会听心怡唱歌；我睡觉的时候会听潘牧师唱。不要放弃对，不要放弃。这有点尴尬哈，不好意思。所以呢，我们要讲的事情是说，我们要为这个你要解封之前的教会来祷告。坦白讲，真的是有一点挑战，对不对？不太容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更有这个爱教会的心，我们谨慎，我们小心来到教会能够聚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这个面对解封的时候，能够开心的回到教会。人家说，解封之后你最想去哪里？很多人说，我想去吃那个吃这个，我想去海边，我想去山上。可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心里想的说，我想要小组聚会，我要想念我们的这个主日礼拜，我想念我们的全心营，我想念我们的门训的时刻，我想念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来到这边父堂祷告的时候，虽然很想睡觉，可是你知道吗？祷告下去的时候，心里是很满足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期待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如同上帝期待看到你们一样。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为了要解封之前来预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动力，然后呢，回到上帝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更加小心，然后但是更有信心的回到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从神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再次恩膏，再次聚集，再次运行在你所爱的教会当中。求主你再次来帮助，求主你再次来怜悯，求主你再次恩膏，求主你再次来带领，愿你再次来到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谢谢主，你让我们都能够更小心，更专注。在解封的时候，我们就涌向教会来敬拜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有爱主的心，更多爱教会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也为这个缅甸、香港这个他们的这个其实那个战争一直在进行，镇压一直在进行。虽然我没有消息，但是它还是在进行。我们当然还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叫做
大火澳洲的这个鼠疫整个澳洲的沿海城市可怕的鼠疫在横行了那很多的人在睡梦当中被老鼠咬那很多的谷物甚至是电线都被咬坏掉。那甚至是我们在看到，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大火加拿大的大火，然后还有这个美国西岸的大火都不断在延烧。这个热浪呢，已经这个从7月12号。热浪已经造成10亿的海洋生物死于盐困的高温了。7月9号为止，在美国奥勒冈就确认有83人死于热浪。然后在加州呢，这个已经发生4991起的火灾那美国西部森林大火蔓延了12个州，爆发55场的大火。烧毁了768,307是相当于30万公顷的土地。那这个俄罗斯跟欧洲，他们平均温度也打破177年来的最高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些国家也为了我们的世界。你可能会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知道末日它的脚步会越来越近，那当然会带来很多的天灾人祸。我们为了这个美国这个加拿大日本、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韩国这个疫情都越来越严重。东京奥运的这个感染人数就是日本现在目前感染人数越来越高了然后在越南封城2周然后在这个叫做菲律宾超过2.5万人死亡然后马来西亚无限延长解封计划所以马来西亚的病例高达80万，目前死亡人数高达6000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为世界各地的状况来代祷，求主来止住这样子的天灾人祸，求主来止住各式各样的这样的灾害。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爱的我们，你所赏赐的这些土地来祝福来祷告。我们为了大火，求你来亲自来扑灭，求你亲自来减轻这个热浪，求你亲自来扑灭在澳洲的鼠疫，并且把所有这个亚洲的国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帮助，求主来看顾，求你来医治这片土地，求你的大能的手亲自按在这些创伤的土地当中，愿你亲自来帮助，愿你亲自来带领，愿你亲自来恩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把这个世界交在你手中。我们看到这地有许许多多的灾害，有许许多多让人心痛难过的事情。主，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医治，求你按手在这些受伤的土地以及受伤的人民的身上。愿你亲自止住这苦难，你的怜悯就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看一段上帝的话，在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我分享之前，我今天分享非常短所以在我分享之前，我要先看一个影片。我现在看这个影片。
4 children. This is his scrapbook. There are all kinds of fascinating pictures in it. Perhaps you can see this is a picture of Nicholas Winton himself with one of the children he rescued.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back of this scrapbook, but back here is the list of all the children. This is Vera Diamant, now Vera Gissing. We did find her name on his list. Vera Gissing is with us here tonight. Hello, Vera. And I should tell you that you are actually sitting next to Nicholas Winton. Is there anyone in our audience tonight who owes their life to Nicholas Winton? If so, could you stand up, please?神愿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神对我们生命可能有点不耐烦。我告诉你，不耐烦是人，而不是上帝。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扶着她去上厕所。她那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站立的时候，她走路是用踱步的，很慢。我就说妈，我抱你会比较快。她说不行，医生叫我要走路。我一开始不耐烦，可是看到他很努力的时候，他手走的每一步都很辛苦的时候，他这样踱步的时候，我就跟着他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当你知道吗？当你爱他的时候，你的眼光不会离开他。当你爱他，你在乎他的时候，他所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个动作，你都会在乎啊。我记得在那时候在照顾。有个会友他生病，那时候我就去医院照顾他，因为其实没什么人可以替换的。我去照顾他的时候，他半夜只要是咳嗽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起来看一下，起来看一下。到后来他就说：“哎呀，牧师，你可不可以先睡一下？你一直起来好吵啊！”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不耐烦。他的眼目没有离开过他所爱的、所关怀的这些，他所拣选出来的这群百姓。你知道吗？他会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训练他所拣选的人。你知道吗？他看到这个叫做摩西，他用80年去训练摩西，40年当王子，40年当牧羊人，40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花了40年去训练约书亚，所以当他训练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他在那7年之间，他变得不一样。前面在旷野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成为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成为恐惧的奴隶。因此，他们见到神所赏赐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所赏赐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充满惧怕，他们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进去。即便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神在前面用云柱火柱为他们开路，他们仍然认不出神奇妙的作为来。恐惧已经遮蔽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没有办法去认出神丰盛的恩典的作为。但是约书亚不一样啊！神操练他40年，到最后的时候，他登高一呼：“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7年的时间，他们得地为业，分封土地。你可能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聊。哇，哪一个支族占了哪个土地，哪个支族占了哪个土地，对你来讲可能无聊。可是对于拥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说，
他们读了都非常兴奋。迦勒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当他这个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老头了，他就跟这个约书亚说：“让我去打仗，赢得我当年应当属于我的土地。”就神真的按照这样子让他去赢得土地，知道吗？神从来没有不耐烦，他要开始带领他的百姓，他要等候，他兴起环境，让他的百姓能够合乎他的心意。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你不断的去在一个困境当中，神不是为了要打倒你，是要操练你的信心啊。但最害怕的就是你在困境当中，你还不晓得神对你的命定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问说：主，为什么是我？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想说，从为什么变成什么事？主，让我在困境当中学习到什么？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转向神，让对他来呼求；转向神，对他来求问。所以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失去耐心过，他不断的去操练他的百姓。当他呼召约拿说：“起来，你去尼尼微城，去宣讲悔改的讯息。”就约拿起来的时候，赶快跑去买船票。神让他去买船票。极限航线不是在神的预料当中的时候，神还是让他坐上船。即便越来越偏离神所预备的道路的时候，神任由他只是兴起风浪，让他沉到海里面去。他最后再次跟神说：“主啊，救我的时候，我在深渊当中向你求告的时候，哇！这个时候，这个神就再次听他的祷告，派了大雨把他吐上岸了。”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教导这个彼得说：“主啊，我原谅一个人7次够不够？”他不够呢，要70个7次。他教导他的这个很没有耐心的这个雷子约翰，说：“啊，这些人不接我们，从天上降下火烧了这个村庄啊！”就他让这个约翰活很久，操练他的耐心跟信心，然后到海岛去见到异象，最后在这个以弗所安然离世。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越没有耐心，活越久，因为神要操练你的耐心。我的意思是，神不会不耐烦，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就好像是牛生气，它快要生气，但是它没有马上爆冲嘛。神有不耐烦的时候，有啊。耶稣有不耐烦，他当然也有大声说过：“哎呦，我在你们当中要多久啊？”但他有马上转头就走，没有啊。他不开心、不舒服，但是他从来不会离开他的百姓，他所爱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知道吗？耶稣在讲这个叫做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是充满怜悯跟慈爱，在讲这个故事的。他最能够贴近那个等候儿子回家的那个父亲的心情，因为他就在等候这个愿意重新回到他这个浪子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他愿意这些百姓能够认出他是基督，然后重新回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拣选我们，他绝对不是突然嘛。他会不断的陶塑，不断的去塑造我们。他让我们把我们像粘土一样，像瓦器一样，慢慢这个陶塑，把我们捏成这个他所合他心意的样式。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是不断的被陶塑，不断的被修剪，不断的被上帝提醒。我没有耐心，到现在我开始变得慢慢的有耐心了。我脚步很快，开始慢慢的神把我派去到乡下教会。我是台北人，我到台南读书的时候，我觉得说天哪，这南部整个是慢半拍啊。后来毕业之后被派到乡下，南部的乡下。我是台北都市的，要被派到南部乡下的时候去，我是天哪，那不是慢半拍，那是慢8拍啊。
太慢了。但神就操练我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开车去载老人家。8点聚会，我差不多6点50分出发。开始载人，因为你要等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不是等他出来而已，你要赶快下车去扶他，因为他们走路很慢。然后载完老人载小孩，然后聚会结束之后再把他们载回去，通常回到家都已经10点多，但是心却是满足的。为什么？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我开车以前在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开车非常快，可是等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我速度非常慢了。我有时候开车到高雄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开车到高雄来的时候，常常被按喇叭，因为已经习惯时速40、50的这样速度在开车。不是我故意的，是因为那个老人家你知道吗？他们想到东西没有带他们突然就可以开到前面来，所以我在乡下开车非常小心。你知道吗？神兴起环境去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磨练我们的耐心。神兴起环境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等候神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太能够理解，我们好像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哎，那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才不是没有听你祷告才不是，他在等候，让你的信心能够更加成长起来。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事情好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没有越来越失控，越来越没有朝我所想象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会觉得糟糕了，是不是神离弃我了？是不是神不在了？是不是怀疑上帝不见了？其实才不是，是神不断的来操练你的信心，知道吗？当这个大卫他被膏抹之后，到登基做王，他花了很长时间。他从年轻的时候被膏抹，到他30岁登基做王，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常常讲的是，大卫这个去王的操练，比王的登基还要来得重要。当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给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然后交给他做吗？当然不会嘛。你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有受过训练的人去做。你信任他，你知道他，所以呢，你交给他做的时候，他可以做得很好。当然，一开始你要在旁边稍微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他慢慢的去陶塑我们，雕塑我们，让我们能够合乎他的旨意。他拣选你，他不会把任务丢给你不管，他一步一步带你去完成。他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害怕。要基甸在最困难的时候，神呼召他说：“起来，你去改变这个情境。”基甸怕的要死，说：“主，如果是你的话，如果真的是你的意思，你给我一个印证。那个羊毛让它湿那如果是你，我再求一下，如果真的是你，那羊毛让它干。”我觉得奇怪，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大胆呢。这一下湿一下干的，你敢跟神这样吵架？我觉得基甸，但是神从来没有不耐烦，因为他知道他的软弱。OK， 好，那再一次，那就再一次，那就再一次。神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没关系，再一次，我赐给你亚伦，我赐给你什么？最后他跟你说，他跟摩西说：“我与你同在。”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住，他跟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遇到生命当中困境、害怕、难过、沮丧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得胜。你知道约书亚他进到这个去窥探这个神所赏赐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他有多不甘愿吗？12个人有10个人说，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太危险太困难了，没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跟迦勒把衣服一撕，说那是神要给我们土地啊。他们原本就早就可以进去里面，可是他跟着这一群没有信心的人，又再多浪费40年的时间。他们一定每天都在想说，等我进去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样？等我进去之后，我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等我进去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样？哇，40年的时间，神操练他们成为一个顺服的百姓。所以你知道吗？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跟旧一代以色列人不一样，旧的以色列人就充满苦毒、怨恨、埋怨。可是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他到处去得着土地。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神从来没有不耐烦，他听你祷告没有不耐烦，他听你敬拜没有不耐烦，他从来没有对你不耐烦。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因为神要塑造我们嘛，所以这首歌叫做《在陶匠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刚看了找到这个谱，这个1997年，24年前的歌。我想，于胜阳，你今年几岁？哦，对，那胜阳，这首你有听过吗？在陶匠手中，没有吗？我有准备补你即兴。那我唱一次就好了。有听过吗？有听过打有？有没有？在陶匠手中。陈立约你有听过？哇，这个陈立约是民国前的，有没有？有听过吗？在陶匠手中。第一句怎么唱？荣美的神，奇妙的救主，我深知道，我一生年日在你手中。荣耀计划，轻声呼唤我进入你同在，你的神灵指引我道路，主教导我，透过你的眼光，为你活。我降服在你神之呼召，分别自己，我知你吸引我，就近你，恳求主带领。这个很好听哦。摸我，塑造我，用我，充满我，献上生命在陶匠手中。好 ，OK， 到这边就可以。你可可，等一下剪一剪这个礼拜献诗。不行，NG 太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听过打有啊？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唱。OK， 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什么？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不耐烦过，他情愿等候你，他兴起环境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我曾经我最后讲这个故事做结束。我有一段时间非常衰啊，我不是说现在很好，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跟以前比，那段时间是很衰的哈。刚买房子，20几岁，结果你知道吗？刚买房子第1个月，楼上被小偷侵入，被偷东西；第2个月，我的车子被偷；第3个月，我的摩托车被偷；第4个月，我的房子又再被偷一次；第5个月，我的车子又再被偷。我车子就被偷，房子、车子、房子、车子、房子、车子，偷到后来，那个警察就问我说：“你到底跟谁有结怨？”我说：“不知道。”我们偷到有点麻痹耶，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去追，我把他追回来，到后来那个车子就根本就不想要了。但是那时候我就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好不容易买了房子，20几岁的年轻人，我去跟银行贷款，四处被刁难了。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没有答案啊，心情非常不舒服啊，我没有答案啊。但是我这个，你知道吗？你遇到困境的事情，马上当下你绝对不会有答案的。可是你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验。
到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神要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些东西放掉啊，这些东西不是我安全感的来源啊，我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啊。到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神说：“主，你帮助我，这20年的贷款交在你手中，我一期都不要迟缴。”后来到今年我缴清的时候，我果真神应许了20年的这样子的祷告，我一期没有迟缴。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更有信心，在我们在面对困境或灾难的时候，神没有不耐烦，他常常喜欢帮助我们。请你要回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你要有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再次恩膏你的百姓，再次带领你的孩子们，他们能够学习等候主的时间。主，即便状况很糟糕，即便好像看起来每光愈下，但是主，我知道你的恩典从来不离开你的百姓，你有耐心，你一步一步的去磨塑他们，你带领他们能够出旷野，带领他们出死荫幽谷，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盖满秋雨之福之地。愿你亲自来帮助你的孩子们，再次带领他们医治、平安、健康的丰盛的恩典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主，你常常帮助你的孩子们，即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离我们很远，但是你不断经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永远不离弃你的孩子们，你用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不断提醒我们说：孩子，我爱你。你在越困境的时候，越应该来祷告；你在越难过的时候，你就越应该要回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跌倒从来不是神的心意，软弱从来不是神的心意，神是要让你重新站立起来，为他来发光。求主再次来恩膏你的百姓，再次使他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让他们能够高举你的名。求主你施下那奇妙的恩典，祝福在所有悠长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在生命当中有困境、遇到挫折、遇到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主你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快速的走过。主，求你也帮助他们，我知道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弃。谢谢主，你是那爱我们的上帝，
亲自与所有弟兄姐妹同在。因此，我要为你们来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保守，愿上帝所赏赐满满的恩典、平安、祝福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祷告会就到这边，愿上帝祝福大家。